咁我係好同意咧，都係要增加選舉嘅宣傳嘅。咁我希望局長都考慮，除咗係過去傳統嘅宣傳方式咧，我觀察咧有部分市民咧唔係好理解完善選舉制度之後嗰個立法會所發揮嘅作用，同埋今屆議會嘅一啲所取得嘅成績。咁如果可以咧，連埋嗰個選舉宣傳，讓到市民更加掌握嗰個立法會嘅職能咧，其實我覺得都有助於提升市民嘅投票意欲嘅。咁首先關於選舉宣傳方面咧，咁的而且確，我諗如果大家有留意到咧，就喺過去嗰次區議會選舉，我哋應該係力求可以有啲創新嘅元素擺喺我哋個宣傳方面，包括我哋即係嗰個夜繽紛進社區甚至乎我哋有個大型嘅呢個文藝嘅晚會或者研討會等等，我哋多元嘅方式去進行我哋選舉，甚至乎我哋好多官員親自粉墨登場一齊去拍片去令到大家即係呢個要值得肯定，係都好有創意。係啦，咁所以你放心，即係呢方面係我哋都會繼續喺呢方面不斷係嘗試嘅，甚至乎嚟緊同全運會嘅結合嘅元素之間可唔可以點樣即係喺個選舉過程裏面會唔會有全運會嘅元素？全運會點有立法會選舉元素？呢啲我哋都可以考慮。我哋唔介意做多啲創新嘅方法，更加貼地氣，更加令到市民可以容易接受。